據 Cotality 最近嘅數據咧，雪梨獨立屋 house 嘅樓價咧喺6月份下跌咗1.5%，領跌整個澳洲嘅。咁開年至今咧已經係總共下跌咗4.2%，好明顯咧已經係進入一個全新嘅局面。咁以目前市場上嘅不利因素以及趨勢嚟睇咧，後半年跌勢應該都仲會持續。係有一個信仰嘅，就係悉尼、墨爾本可以跌，但係 Brisbane 啊、Adelaide 啊、Perth 呢啲咁嘅鐵三角咧係唔會跌嘅。呢幾個城市連續升咗3年啊，好多人咧都覺得眯埋眼買呢3個城市咧，基本上係一定唔會輸噶。但係就係喺7月14號 Cotality 嘅最新28日嘅滾動指數咧，出現咗一個過去1年嘅數據裏面咧，從來都冇出現過嘅畫面，就係 Brisbane 係負0.2%，Adelaide 咧亦都係負0.2%。鐵三角裏面之中咧有2隻腳喺今輪嘅升幅裏面咧，第一次轉負數啊！全國嘅樓價過去嗰3個月跌咗0.7% 啊，係2023年1月以嚟最大嘅3個月跌幅啊！更加諷刺咧就係，就當樓價啱啱好開始轉勢嘅同時咧，過去1年升得最厲害嘅3個城市 Darwin 啊、Perth 啊、Brisbane 咧，業主竟然排住隊放盤，新盤量咧分別係增加31.9%、20%。人認為墨爾本樓價而家係相對安全啲，因為之前幾年墨爾本升幅唔算誇張，考慮到建築成本高企，往後大跌嘅機會好微。相反，柏斯、阿德萊德同布里斯班過往幾年升幅好驚人，日價嚴重，悉尼就更加係一般打工仔負擔唔起，所以綜合嚟講，墨爾本樓價應該會更加穩健。對於澳洲房地產投資有興趣嘅網友，歡迎留言討論。想更深入交流獲取資訊，歡迎訂閱呢個頻道。本人有超過30年房地產投資及工作經驗。